好多人對金鐘嘅印象都只係一個繁忙嘅轉車站，或者由無數玻璃幕牆堆砌出嚟嘅辦公室。喺呢個急速嘅石屎森林入面，我哋都習慣咗低頭趕路，計較住每一分每一秒。但其實只要你肯向上行，將視線移開少少，喺金鐘同中環嘅縫隙入面，藏住一個大家平日未必會留意到嘅後花園。今日我哋由金鐘出發，3至40分鐘嘅路程，一直行到去中環。喺建築嘅倒影之間，揾返一種久違嘅呼吸節奏。亞洲協會香港中心係一場關於時間嘅修復。呢條2層嘅天橋，建築師為咗保存果腹嘅棲息地，特意將直線改為被彎形，變成咗今日見到嘅果腹橋。即使係假日，呢度依然擁有一種唔屬於城市嘅寂靜，俾你安放疲倦嘅心。呢度曾經係儲存彈藥嘅軍火庫，今日卻變成裝載安靜嘅綠洲。雖然軍火嘅硝煙早已隨風散去，但地上嗰條曾經搬運軍火嘅路軌，同埋被時間洗刷過嘅建築外觀，依然被溫柔地保留落嚟，記錄住呢片山坡嘅過去。行多幾步就入到香港公園。呢個有噴泉嘅涼亭，永遠都係咁熱鬧，有一家大細，亦有嚟打卡嘅遊客。一直行入去公園嘅一角，有一座純白色嘅2層建築，茶具文物館嘅白牆喺摩天大廈嘅襯托之下，顯得額外純粹。呢座前身係3軍總司令官邸嘅建築，好似一位優雅老派嘅紳士，靜靜守候住中環嘅變遷。企喺呢個後花園望返出去，中環嘅摩天大廈好似叢林入面生出嚟咁。呢種身處綠洲，
對望鬧市嘅反差，係香港最獨特嘅風景。原來繁華同寧靜，從來都只係一線之差。離開公園，穿過天橋同紅棉路，呢段路我哋開始喺地標建築之間穿梭。越過紅棉路嘅車聲，聖約翰主教座堂就喺花園道口默默守望。1849年落成嘅哥德式教堂，依然保留住一份古老嘅平安，一種令人平靜嘅力量。樂園入邊嘅咖啡店散發住嘅香氣，同遠處嘅鐘聲交織。喺中環最核心嘅位置，呢一片奢侈嘅樓板，係城市送俾我哋最溫柔嘅慰藉。行上連接美利道嘅天橋，你可以睇住電車喺德輔道中嘅彎位，畫出時間嘅軌跡。腳下面呢條線條優美、帶點古典嘅旋轉樓梯，啱啱好同旁邊嘅 The Henderson 遙遙相對。呢座由薩克赫迪事務所設計嘅大廈，外形好似一朵喺鋼鐵森林入面含苞待放嘅洋紫荊，又似係一個被束縛住嘅金屬氣球。旋轉樓梯嘅古典弧形線條，對望住現代建築嘅超現實曲線，兩代嘅美學喺呢個天橋交匯，用一種充滿張力嘅姿態，挑剔住周圍正正方方而且平庸嘅世界。由未來回到過去，只需要行落一條隧道。呢條建於50年代嘅隧道，係香港第一條嘅行人隧道。厚重嘅圓柱同壓得好低嘅天花，封存住半個世紀前嘅形狀。呢度好似一個時空嘅傳送門，將中環嘅繁華隔絕喺地面。行出隧道就見到郵政總局。1976年啟用至今，2樓嗰幾排嘅郵政信箱，曾經裝載住無數未拆開嘅牽掛。隨住2027年清拆嘅期限逼近，呢座大廈亦進入咗倒數。城市嘅美，往往藏喺嗰啲即將消失或者被遺忘嘅縫隙入面。散步或者就係一種喺現實同遺忘之間最浪漫嘅對抗。雖然生活有時好擁擠，但只要肯停落嚟，感受另一種溫柔嘅城市輪廓，我哋依然可以喺呢啲縫隙之中揾到屬於自己嘅留白。